天婦羅、鐵板燒同埋鰻魚飯係我最佳嘅療藥。我而家喺機場，本身係冇計劃呢個 trip 嘅，因為發生咗一啲事情啦，都幾影響自己嘅心情，所以就決定 ad hoc 飛出去散下心。本來我都係有啲猶豫嘅，因為而家喺東京嗰啲酒店真係超級貴，咁但係點知又俾我撳到一張咧 Asia Miles 可以換嘅單程，仲要飛羽田啦，所以即刻就覺得哇，同茶餐廳嗰啲炒蛋一樣，一切都係整定嘅。飲住香檳講茶餐廳會唔會有啲太過串啊？自問自己都算係一個 EQ 幾高嘅人嚟嘅，冇乜嘢可以令到我嘅情緒有好大嘅波動啦。但係今次呢件事情咧，真係令到我自己有啲方寸大亂。咁究竟件事係乜嘢呢？我就唔喺度多講啦。反正件事都已經過去咗。我反而想講嘅係，原來當自己嘅情緒感覺到好複雜啦，感覺到好唔穩定嘅時候啦，原來係有3個方法可以幫助自己冷靜落嚟。第一件事情就係揾人傾訴。我即刻打咗俾一個咧，我每次出事，包括係失戀嘅時候，都會第一時間打俾佢嘅朋友啦。第二件呢，就係信任啦。原來喺身邊嘅人係會無條件咁樣支持你，包括容許你好自私咁樣自己一個人飛咗去嘅。而第3樣呢，係善良。一直以嚟累積咗嘅關係係會令到痛錫你嘅人主動喺你有需要嘅時候去幫助你嘅。Cafe 嘅 lunch 係相當之好嘅，佢會不停咁樣 refill 嘅。今次呢件事對我嚟講最大嘅得着啦，係做咗 We Will Be Well 我們會好好的呢一個 podcast 之後啦。3個月嘅時間以嚟，我唔知道有冇幫到其他人，但係至少呢一個 podcast 已經係非常之幫到我自己嘅。咁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啦，因為天婦羅、鐵板燒同埋鰻魚飯係我最佳嘅療藥，加埋今次有香檳送藥喎，哇！藥效簡直係100倍、1000倍啦，係咪先？應承大家，我將會用一個更強大嘅姿態同埋心態，企上去每一個信任我嘅舞台。I will be back。